线还有一条线，那个下一个连线，这样比较快。不是很多档案烧起来了，传啊传，传啊，可以传啊。咱来比较一下看什么歌的。不要讲话了啊！不要讲话了啊！打麦克风啊！一起平安，全照下文章我先生提供你，全照一公，再提供，三提供，感谢黄连提供，感谢周连提供，感谢苏讲书提供，坤道义提供，再提供，三提供，感谢黄连师提供，感谢周连师提供。感谢书讲书一公，一起持教，前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持教和年四一公，上下周年四一公，坤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持教和年四一公。宋教周年四一公各位请坐啊！来了，非常等由随一边技术好用，但好嘢较高贵啦，叫做有啦；好嘢较高贵，较地份啦，叫做我夜马兵来个点马，做人个马夫，我就要来；做人马夫就好嘢，我就要来。就不可求，上无所好。但毋是求到人爱来好好讲。好好把了，对我来讲，其实就真正是条好嘢个做，真好嘢个做，性命控制好嘢个做，但是做好嘢个做，真正的好嘢个做就是真个啦，就是真个。所以呢，了解你若无迄无富贵的命，你安怎去求到无？所以但讲亲像哪样呢？亲像一只迄个飞蛾，一只飞蛾，亲像迄叶去咧饲田个时阵。这个事情问题啦，你若叫烧着了后，伊个湿就大，伊就飞袂行。所以做出来死路啊，做出来死路，唔知影保医生，以后伊才知影迄经过迄过程遐厉害，唔知根本就在撞命。好歹到规大家拢讲好啊，唔爱冲啊，爱弄啊，冲底下去，弄底下去啊，结果咧，含着富贵含者，去作贼啊，作贼那么恶名真假，恶名真假，何属温室之欲，离经错外，你嘛恶名真冰针呢，你要用冰针甲形容个一块内面包着迄个叶包着迄个酸酒，即个就好。冰针袂使伫咧甲你磨当中，伫咧甲你搓当中，即阵是上天咧甲你磨咧甲你做。做看你真正有志节无？你若有志节，当然上天就磨你啊。所以呢，这粒钱啊，无经过测度，无经过咧，会走出来咧，会走出来。所以呢，这粒钱啊，离经错误呢，是不能成义理。无经过测度啊，包伫恁钱啊内面的一块叶啊，的一块酸酒，才有法度了解伊内面意义啊。无啊，我都了解所以我都了解咧，伊就袂当。显出伊个上天来出世讲你是冰针，所以就是冰针当中，你只有法度啦，入去修身啊。经过考磨你袂叫对了，你袂叫对了，安尼呢，你才是真正做人民佛主所以佛主乃是人，佛主乃比较甲咱人讲佛主乃是人啊，修得其君主，不出富贵，不起贫贱。修真正这个修着君主呢，不论是富贵甲贫贱，伊爱随遇而安。富贵就富贵多，贫贱就贫贱多。所以富贵嘛升多，贫贱嘛升多，意见嘛升多啊，犯人嘛升多啊。所以讲一句话君主所富贵，你我富贵；所贫贱，你我贫贱；所意见，你我意见；所犯人，你我犯人。君主无一。你
伫厝内附近，你若无真正咧抽烟，你袂当抽得到。你随伫厝内边间，但是你若怨天尤人，你无咱就去拍拼啊！如今嘛，你嘛无去参加这个行列，我真正进入到这境界，你嘛袂成功啊！你的烦难啊，一切当中拢是有常时啊！哦。